大家好，又嚟到遊人子報，我係 Kinky 啊。以前聽人講咧，做生意用長銀包咧，主要係為咗善待金錢，將啲銀紙咧擺得整整齊齊啦，建立一個良好嘅理財習慣，相信咧會帶嚟好風水咧同埋聚財嘅效果嘅喎。你係咪同我都一樣中意長銀包整齊咁放鈔票嘅儀式感？但係總係討厭佢擺喺手袋咧或者褲嗰度脹卜卜，成塊磚頭咁好鬼亞位。所以今日咧就要同大家開箱，就係呢一個日本品牌 Status 歷時3年手工研磨打造嘅一個終極答案，就係呢一個 iModel Air 嘅日本手工小長膠啦。大家冇睇錯啊！佢真係一個厚度只有1寸、重量只有75克嘅長銀包。今日我哋就嚟做個實測，佢咁鬼薄，到底裝唔裝到嘢同埋好唔好用㗎？哇！頭先我一打開包裝，一聞到咧，已經非常之天然同埋濃郁嘅一個皮革香啊！佢係用日本頂級嘅梨木皮革啊，所以咧佢摸上係非常之紮實同埋細緻㗎。日本職人用咗150日嘅手工製程，追求毫米之間嘅完美比例。獨特夾層嘅結構，例如夾層呈線形展開，紙幣咧唔容易被拉鏈夾住。無論係縫線定係邊角嘅處理，都充滿咗精緻嘅文青日系美學。而且隨住使用時間變長，皮夾仲會養出專屬你自己嘅復古色澤。另外佢亦有分左右專用嘅款式，方便左手攞嘢嘅使用者設計。雖然佢嘅一個長夾啦，但係你見到佢咁薄身啦，大家都關心佢嘅容量啊，所以我今日咧就做咗個實測啦。咁我準備咗咧10張紙幣、6張卡，仲有10個硬幣，擺到個銀包入邊。首先睇下呢個咁闊口嘅散紙位，採用咗立體結構設計。以前用散紙包最討厭揾啲散銀棘住，呢個一打開一目了然，超級快咧就已經可以攞到硬幣。鈔票可以平整咁放入，唔需要摺埋。卡片亦有專屬嘅清晰分隔。最厲害係佢嘅空間規劃啊！當你將所有嘢擺落去之後，拉埋個拉鏈。大家睇下，佢居然係冇完全變厚過嘅，依然係維持一個不可思議嘅輕薄狀態。呢個就係咧職人咧研究咗3年嘅一個專利結構威力啦。以前出門口去街帶長銀包，根本就唔可以孭小費包同埋文青小包，但係 iModel Air 嘅完美尺寸，令你輕鬆咧實踐簡法生活，直至室內褲袋同埋細包包都完全冇負擔啊！我自己最中意嘅設計咧就係佢嘅感應卡槽，用八達通或者信用卡俾錢咧唔使特登拎張卡出嚟啊，將整個長包放內直接感應，出入閘咧俾錢乾淨利落，慳翻好多時間。總括嚟講， iModel Air 咧唔單止係一個皮夾，亦都係一個咧盛載匠心嘅生活工藝品。如果你想告別臃腫褲袋，亦都想擁有長夾嘅大容量同埋職人嘅質感咧，呢個真係一個完美嘅選擇啦。將呢件咁完美嘅產品呢，推薦俾你身邊追求生活質感同埋極簡主義嘅佢哋。而家呢 iModel Air 仲有一個早鳥優惠，我會將佢嘅連結咧擺喺我嘅諮詢欄下邊。有興趣同埋深度嘅朋友咧，記得撳入去睇下啦。咁我今集條片就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片呢，記得 subscribe 遊人子報 YouTube Channel， 撳埋隔離鐘仔啦，有新片會即時通知大家。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今日遊人子報又到呢一度。如果大家中意睇我片，記得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， 仲有 subscribe 埋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